簡 Sir，難得約到你 lunch 打返場波，緩和一下工作緊張嘅情緒。係啊，緊張得滯真係要鬆下，好似美伊戰事嘅緊張關係咁。雖然最近緩和咗啲，但係市場仍然擔心之後仍然有變數。係啊，油價持續高企，能源短缺始終都係呢個市場最大嘅擔憂。睇返資料，海峽對亞洲油品嘅供應影響最大，好多亞洲國家包括日本都好依賴呢個海峽航道嘅供應，中國亦都有一半嘅供應嚟自呢個海峽。原油供應不足，油價繼續飆升，甚至維持超過$100一桶，對環球增長同通脹一定唔好。就算戰事完全結束，中東地區好多煉油設施同埋輸送管道已經被破壞，油價短期大幅回落嘅機會好低。咁講，通脹咪即係再度升溫，減息咪唔使再諗。通脹壓力上升，市場預估今年聯儲局減息嘅可能性越嚟越少，歐洲央行同日本可能仲要加息添。一 Q 入袋，簡 Sir 打桌球嘅底子果然唔錯。中國能源底子都好好，內地主要靠煤發電，原油儲備又充足，供應短缺對經濟衝擊有限。再加上今年出口強勁，全球電池、半導體同埋機械人設備等高新科技出口嘅增長，有超過一半係嚟自中國。喺 AI 需求急升嘅情況之下，內地出口嘅勢頭將會持續。內地消費氣氛有冇改善啊？最近服務業 PMI 維持喺50以上嘅擴張水平，政策保持適度寬鬆，物價水平都有回升。本地經濟保持良好趨勢，支持 A 股市場嘅表現。紅波藍波，好似美國嘅顏色，好頑強，唔易打。美國本身係能源淨出口國，原油供應對佢影響唔大，經濟保持穩定增長，加埋早前所推出嘅大而美減稅法案，退稅加大民眾嘅消費能力，零售表現保持增長，加上科技股盈利強勁，進一步支持美股強勢。分數咬得好緊喎 ，Victor 到你咯。不過似乎呢一球有啲難打。歐洲嘅情況都係有啲困難。俄烏戰事已經令到地區嘅天然氣供應唔穩定，依家中東局勢進一步推高國際能源價格，當地民眾對經濟嘅前景已經轉弱，消費信心指數更加維持負數，並進一步惡化。簡 Sir 好嘢啊，差唔多贏硬啦！就好似日本首相同自民黨議會席位已經大幅拋離，政府強勢無人能擋。早前日本大選，自民黨喺下議院取得2/3嘅席位，意味住佢哋推出嘅法案即使被上議院駁回，下議院仍然可以重新投票通過。對於高市早苗嚟講，往後推動政策時嘅阻力會少好多，政府效率亦都大大提高。加上最近春鬥工資談判正面，打工仔繼續有可觀嘅薪酬上升，支撐本土經濟。亞太區又如何呢？早前美國調整對等關稅政策，將各國進口嘅關稅調整至15%。相比舊有嘅關稅，有9個亞洲國家嘅新關稅稅率被下調，區內出口將會受惠，特別係科技相關嘅出口，所以整體亞洲地區較為樂觀。提提你，而家就立即下載富達 Smart Retire App 同埋 follow 富達 YouTube 頻道，助你掌握最新市場資訊，輕鬆管理強積金。有簡 Sir，MPF 就一切從簡。